喺度要好鄭重咁同每一位都講聲對唔住嘅，因為的確呢件事上面自己係犯咗一個好大嘅錯誤啦，咁啊令到屋企人啦、公司啦、身邊嘅朋友、支持我嘅每一個歌迷朋友都係好失望，所以喺度要同大家講聲好對唔住。警車都心壓了，載走的智障有多少？報社應照犯罪，佢罪行亦算有料。試驗都不厭了，要怎擺脫被個 friend 屌？斷正可有預兆，投降亦算精妙。誰願食煙不夠，自搞消瘦，混煙的出頭，無人問津這死馬騮，當上面若罪名都臭。如若無中污垢，某些甩漏，萬判萬不走，無懼被關押的怒獸，也只不過剎那將就。方知花生世界，幾朝日神下已出街，隻隻都要賤賣，每項罪行任你踩。案件 check 得太快，過關有順路門鬆懈，個性鬼咁敗壞，狂徒亦算失敗。誰願為咗好友混煙之後做咗冤大頭，求願自揾法官隻抽，TVB 並未拆追究，無奈過多挑逗，被冰封後成過氣歌手，成萬個屌臭的藉口，罰下錢也給算享受。混煙身受被兜之後，落得街下囚，入閘等多少春與秋，衰落時實在冇得救，無奈無煙收購，被街坊遊，做社會之流，如何混煙混得咁臭？問下君佢犯案感受，柒頭。